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网红，伊叫做詹姆士，日前来传影片，片中是伊伫个全联甲家乐福为鸡仔顶共摕四小仔甲饮料，拍开这个包装，食一喙了后，佫共放转去，这根本就是违法咯！刑事局已经甲逮捕，2间卖场嘛要甲告。詹姆士昨暝是出面来道歉，伊强调讲拍开的食物，伊事后拢有付钱，但是也是互骂甲扁。原来会拍这种的影片，是为着要来拼影片的流量，要来增加买众的人数。这个流量甲人数若愈多，就趁钱趁愈多。也毋过为着趁钱，安尼黑白母甚至违法，实在是真不可取。对不起。一件村刑事局特保组詹姆士向镜头鞠躬回失礼，因为伊伫全联甲家乐福开直播，将这几物件搁放转去会计，惹出风波。在这边，我要先跟全台湾的社会大众以及观看过我们影片，然后被误导的观众，还有全联以及家乐福2间公司，深深致上我们最深的歉意。为着流量来还法，那互全联和家乐福提告，刑事局昨下晡到台中去伊住的所在抓人。跟社区的人互动好吗？感觉低调。詹姆士就住伫台中北屯区一栋12层楼悬社区大楼。风声讲当时警方抓到伊，伊阁无感觉代志严重，问警方是安怎找到伊。这栋大楼伫新的中卫区，附近有火车站，也有公园，生活机能真好，厝龄敢若4栋。听讲詹姆士是开1500万买落来，是讲行为所引发的争议，都连附近的住户嘛看袂落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还有人拍这种影片，这种根本就是偷窃的行为。我不晓得他这样要怎么教小孩。这东西我好像都没喝过，喝了感觉就很赞，喝。詹姆士靠直播卖物件，一个月赚20万。有一个家己的直播团队，定定咧卖名表甲精品。社群平台有14000人甲追踪，定定放一寡笑看影片。这摆煞是为着流量来还法，嘛互家长烦恼讲，即摆敢也阁有正面的网红，就惊囡仔看着这个网络影片，会看一个观念弄错乱去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